Hello， 大家好 ，A 空好家園阿堂，歡迎大家收睇我哋 A 空好家園嘅頻道啊！咁啊，好多咧香港朋友咧就退休咧就想嚟惠州住，咁啊最擔心咧就係睇病貴啦嚇，報銷麻煩啦。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講啦，香港長者喺惠州一年咧只需要交400蚊人民幣就可以買到咧內地城鄉嘅居民醫保。咁啊3甲級嘅門診啦、住院啦、通血管啦、中醫嘅理療咧，全部都係有得報嘅。咁啊收費啊、比例啊、點樣報銷啊、點樣就醫啊，一次性喺呢條片咧全部講清。咁啊睇完呢條片咧就唔使話喺惠州咧睇病咧就蒙查查咁樣啦嚇。好，咁啊第一部分咧就先搞明400蚊醫保係咩？咁啊邊個可以買？咁啊首先咧就呢個400蚊一年嘅惠州嘅2026年城鄉嘅居民醫保咧，係專門俾就業嘅或者喺呢度長期居住嘅、租樓嘅、買樓嘅港澳居民都係可以辦。咁啊有呢個咧惠州嘅居住證咧就可以辦到噶啦嚇。咁啊繳費咧就按照2026年最新個人一年400蚊。咁啊財政咧係補貼咗700蚊嚇。咁所以講咧啊。大家好少聽到有財政補貼啊嚇，咁啊保障期咧就係繳一年補一年，咁啊26年咧集中嘅繳費期咧就係25年嘅10月至到26年嘅2月嚇，咁啊斷保咧就有3個月嘅等待期嚇，咁啊核心保障咧就係門診啦、住院啦、58種嘅呢個特種病大病保險，年度最高報50萬啊！咁啊，第二部分咧就3甲級醫院啦嚇，常見嘅病種收費啦，同埋報銷嘅比例嚇。咁啊，先講清楚呢個門診啊。咁啊，惠州咧3甲級醫院咧就非常之多嘅嚇。咁啊，依家咧列一列俾大家啦。惠州市中心人民醫院、惠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惠州市第3人民醫院、惠州市第6人民醫院、惠州市中醫院、惠州市第1婦幼醫院保健院、第2婦幼保健院。睇病住院啊，咁啊通血管啊、搭橋啊、康復啊，咁啊首選咧就中心人民醫院、第1人民醫院、第3人民醫院，咁啊呢幾間咧就綜合實力咧係最強嘅。咁啊中醫理療啦同埋康復咧就首選市中醫院嚇，咁啊呢間醫院係非常之勁嘅。咁啊惠陽咧大亞灣居住嘅咧就首選呢個惠州市第6人民醫院嚇。咁啊常見嘅長者嚇常見病咧就中醫嘅理療啦、收費同埋報銷如下。咁啊普通嘅門診咧，譬如話高血壓啊、糖尿病啊、感冒等等啊。咁啊首先講掛號費，咁啊普通號咧就20至到30蚊，專家號咧就50至到100蚊。咁啊報銷嚟講咧3甲級嘅門診咧就可以報到咧60%嘅 percent。咁啊一年咧最高咧係可以報到800蚊。咁啊例如咧看病、看診加埋藥費100蚊，咁你醫保咧就報60蚊，咁啊自付咧就40蚊啦嚇。咁啊第二部分咧就係中醫嘅理療啦，譬如話針灸啊、推拿啊，係嘛理療啊。咁啊普通針刺一次咧就40至到80蚊，推拿咁啊推拿咧一次咧就60至到120蚊。報銷嚟講咧門診同比例60%，咁啊納入呢一個咧810，好1、2、3。納入800蚊一年嘅年度限額，咁啊例如咧針灸咧就100蚊，咁啊報銷咧就60蚊，自付咧就40蚊。咁啊第三咧就門診嘅檢查，血常規啊、B 超啊、心電圖啊，血常規咧就20至到30蚊嚇，咁啊 B 超咧就80至到150蚊，報銷咧就60%，咁啊限咧都係800蚊一年嘅。咁啊第三部分咧就住院大病，譬如話通血管啊、搭橋等等，收費同埋報銷嚇，以下講講。咁啊長者咧最擔心咧就心臟病啦、通血管啦、搭橋啦。咁啊住院咧報銷咧係一個大頭嘅，因為呢幾個病種嚇。咁啊惠州咧個醫保咧真係非常之給力嚇。咁啊講翻啦，住院起付線嚇，咁啊講翻3甲級醫院咧800蚊呢條線以下咧係要自付。以上咧係可以報銷嘅，咁啊報銷嘅比例咧睇翻啦嚇，3甲級醫院啊，咁啊報銷嘅比例咧係85%左右，咁啊呢個咧就係居民醫保平均嘅報銷嘅比例嚇，85%啊，咁啊年度咧最高嘅限額咧就50萬啦嚇，咁啊打個比方咧就係譬如話係搭橋啊用咗係譬如打個比方係1萬蚊啊。
咁啊你就俾1500蚊嚇，咁啊8500蚊咧係唔需要交嘅，就可以直接出院啦嚇。咁啊第三咧就常見嘅大病費用啦嚇，咁啊惠州3甲級醫院為例啦嚇，咁譬如話係通血管嚇，咁啊呢個咧總嘅費用係3至5萬啊，咁啊醫院報銷嚇大概咧就85%嘅 percent， 咁啊自付咧就大概係4500至到7500蚊就得啦嚇。咁啊例如咧就心臟搭橋咧就總嘅費用咧就係8至12萬，咁啊醫保咧係報85%，咁啊你自付咧就大概係1.2至到1.8萬啊。咁啊中風同埋腦梗住院啊，大概嘅費用咧就2至4萬，咁啊醫保咧都係報85%嘅，咁啊你自付嘅就大概係3000至到6000蚊嚇。咁啊第四部分咧住院中醫嘅康復啊、針灸啊、理療啊同埋康復之類嘅，咁啊住院期間咧中醫嘅項目咧係同享呢個住院85%嘅 percent 嘅報銷，咁啊冇門診800嘅限額嘅嚇，呢個注意好。咁啊例如咧康復理療1000蚊，咁啊醫保咧係報850蚊，咁你自付咧就係150蚊啦嚇。咁啊第四部分咧就香港長者點樣醫嚇，點樣報銷。咁啊分2種情況，咁第一種咧就碌呢一個醫保卡結算啦，事後報銷啦。咁啊仲有咧香港醫療券嘅點用啊嘅方法教俾大家。咁啊第一個咧就係參保咧必備嘅證件咧就係回鄉證啦，同埋惠州嘅醫保卡啦，同埋香港嘅身份證。咁啊第二個咧就係門診就醫嘅流程。咁啊第一個就係預約啊，咁啊預約咧可以電話預約、現場掛號。咁啊市中心醫院咧有長者嘅專用窗口咁樣嘅嚇。咁第二個咧就係就診，咁啊帶住證件咧去科室嚇，咁啊講清啊你要用惠州嘅醫保嚇。咁啊第三咧就係結算啦嚇，咁啊直接咧係刷呢一個醫保卡，咁啊報銷咧就自動扣嘅，只需要交咧自付嘅部分。咁啊第三咧就係住院就醫嘅流程。咁啊第一咧就辦理住院啦，咁啊出示呢一個醫保卡啦，同埋居住證。登記醫保，咁啊第二個咧就係住院嘅期間咧，每日啊費用咧嘅醫保係自動記帳嘅嚇。咁啊第三咧就係出院嘅結算啦，一站式報銷，咁啊只需要付自付嘅部分，加埋起付線嘅錢，咁啊唔需要咧係墊付呢一個全額嘅。咁啊第四咧就係特殊情況，咁啊香港嘅醫療券咧，再加埋內地嘅醫保係2選1。咁啊，香港醫療券咧係僅市中心醫院個門診係可以用嘅，不能咧用醫保疊加啊！咁啊，你大家呢個要注意啦嚇。惠州咧市中心人民醫院咧係有加入呢一個香港醫療計劃嘅嚇。咁啊，每年咧就2000蚊港幣，累積上限就8000蚊港元嚇。咁啊，建議咧就小病咧就用呢個醫療券，咁啊大病住院咧就用內地400蚊嘅醫保，咁啊報銷會更加之高嚇。咁啊第5點咧就事後報銷嚇，咁啊未帶卡啦、異地報銷啦嚇，咁啊材料嚟講咧就係收費嘅票據啦、費用嘅清單啦、病歷啦、醫保卡啦、身份證啦嚇，咁啊地點嚟講咧就惠州市嘅醫保嘅經辦窗口啊，廣東省政務服務網呢度去搞，咁啊時效咧就出院後1年內辦理，咁通常呢個都用唔到嘅啦，一般都係實報實銷嘅嚇。咁啊第5部分咧常見嘅問題加埋避坑嘅提醒，咁啊第一個咧就係未辦居住證。可唔可以買啊？咁啊買唔到嘅。咁啊惠州嘅呢個醫保咧係必須要惠州嘅港澳台嘅居住證先至可以辦到。咁第二個咧今年買嚇，咁啊幾時可以生效咧？集中期買咧就係次月嘅1月1號生效。咁啊逾期咧就有3個月嘅等待期咁樣嘅嚇。第三個咧邊啲係唔報嘅？美容啦、保健啦、非醫保藥啦、境外醫療啦嚇。咁啊第四個咧就可以返香港用嗎？啊咁啊唔可以嘅，咁啊僅限咧惠州定點嘅醫院嚇。第5個啊咁啊特種病啊咁啊高血壓、糖尿病等等，可辦門診特定嘅病種，咁啊報銷嘅比例咧會更加之高，限額更加之高。咁啊第6個咧同大家總結翻啦，400蚊醫保嚇，惠州咧真係養老必買嘅。最後同大家總結翻嚇，咁啊長者喺惠州咧生活咧400蚊1年嘅醫保絕對超值啊！咁啊門診咧可以報到60%嘅 percent， 年限額咧就800蚊。咁啊日常咧睇病係超平嘅，關於門診嚇。咁啊每年都有800蚊嘅額度啦嚇，用完就冇嚇。咁啊次年咧就可以自動計翻800蚊。咁啊住院嚟講咧就85%嘅 percent 嘅報銷，最高可以報到50萬。
咁啊，如果你話大病啊、心臟病啊、搭橋啊呢啲，完全都唔需要擔心嘅啦嚇。咁啊，就醫咧就3甲級咧直接碌卡嚇，咁啊一站式嘅結算啊，實報實銷啊，唔需要跑嚟跑去。咁啊，對比香港咧，香港住院咧動輒都要幾萬蚊自付，惠州400蚊醫保啊，自付係真係少幾倍嚇。咁啊，退休咧翻嚟惠州住得非常之舒服啊，睇病咧亦都非常之平，400蚊醫保嚇，咁啊即係2餐飯錢啦，係嘛？又唔會上當係咪？咁啊可以，所以講咧就買咗無論租樓同埋買樓，有咗居住證就可以馬上買啦嚇。咁啊香港有商業保險，內地有居民城鄉醫保嚇，雙重保障。咁啊所以講咧就大家咧可以咧第一時間辦理居住證，然之後辦理醫保。咁樣嘅，咁所以講咧就大家覺得咧呢種資訊咧實用啊，記得點讚同埋轉發咁啊發俾更加之多嘅香港長者知道惠州睇病嘅福利咁啊今集咧就做咗功課，希望大家欣賞，咁啊下期更加精彩，咁啊下期再見，拜拜。